春牧师，听说你要续任樟树教会，那非常的替你高兴。然后你的同工，还有你的同学，都非常的高兴，能够找到跟你比较好的一些同学或是同工，来祝福你继续续任。然后把这件事跟我们办公室的同工讲，他们都非常羡慕，因为在我们平地中会呢，就不太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那非常的高兴，教会还是对牧师很尊重，很好。然后也听闻他说，牧师你从到教会直到现在，非常的努力在服侍。那我的建议是，努力服侍，身体也要顾，然后好好把自己照顾好，那也能够照顾家人，然后照顾会友，然后这样就很对得起上帝了。那希望你新的这一任，上帝继续给你智慧跟勇气。然后对于教会的一些焦虑，我觉得是现在不管是长老教会、平地或原住民的教会，或者是其他非长老教会，大家通通都在担心的事情。那我们面对少子化或是年轻人的流失，其实大家也还没有办法目前想出什么样的状况。那有时候我会想说，我们是不是会步入像欧美的教会啊，或者是日本的教会这样子的形态？那也是不无可能。如果以现在大家对于走进来教会都有些疑虑的话，那当然大家要共同去面对这些问题。那有疑虑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想办法、找办法。那我在中会，自己的中会牧会这么久，这样看下来，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圣经里面是没有讲到要怎么样去增长，但是比较多的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陪着会友一起，然后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基本的在教会的应该做什么，还有这些交易这些顾好，那我觉得增长应该是比较次要的事情。那免得我们为了增长，就是自己或者是教会，我们反而会找不到方向，或是方向错误。那个方向错误的教会也是大家不乐见的。但是非常高兴你可以继续续任相信你一直在圣经的教导里面，也教导会有继续在圣经的这些真理里面。那愿上帝祝福你，然后我们都很羡慕你有很好的同工跟好的同学。那愿上帝继续保守你们全家，一切都平安顺利。不容易哦，继续待在牧会，在这边恭喜樟树教会，继续留任阿春牧师，还有55周年社教的感恩礼拜，在这边祝福阿春和嘉玲，你们两个一定要健康。你们夫妻和我们夫妻俩和你们两夫妻，我们都是病人。所以在服事的道路上，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主服事更久。周同学的在这边，没什么好来祝福的。我只想到，家里的爸爸叶长老在你们婚礼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粗人，我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讲一句，不要打架。”用这句话来勉励阿春啊，也勉励樟树教会，不是不要打架。什么事情以上帝的事工为念，在教会里面建立和睦的教会。祝福大家，也祝福樟树教会获得良牧。拜拜。阿春同学平安，好久不见，恭喜你在樟树教会要续任，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哇，我们已经当同学离开学校已经20多年了。很高兴透过影片跟你们一起问好，恭喜你，也愿上帝来祝福樟树教会的弟兄姐妹，再次跟阿春牧师一起同心服侍。愿上帝祝福你，也赐福你的周围有许多爱你的弟兄姐妹，加油！亲爱的阿春同学平安，恭喜你在樟树教会续任，
也谢谢上帝，让我们曾经一起在神学院一起学习，转眼已经过了20多年了。愿上帝来祝福你，身体健康平安，在你的身边有许多爱你的同工与你一起服侍。愿上帝祝福你，也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一起来兴旺福音，加油！萨利嘎嘎，沙发马布隆，爱红。搭乘7点30分，由台东经由花莲开往樟树教会的车次910福悠马号即将抵达。搭乘的人都有福了，因为等一下结束后会有精美的纪念品送给大家。在此祝福樟树教会55年生日快乐，也再一次的恭喜樟树教会所有的长执信徒弟兄姐妹，你们有福了，因为刘阿春牧师愿意继续与你们一起服侍，一起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盼望在樟树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的同学刘阿春牧师他蛮有能力，有信心，有爱心，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一起兴旺福音。求主加倍的赐福你们，加油！嗨，阿春牧师平安，好久不见。但是我有上樟树教会的脸书去看，发现你越来越帅耶！哇，恭喜你续聘樟树教会的牧师，你们教会的青年好爱你哦，给你一个这么大的惊喜，表示你在樟树教会做了很美的事工，盼望上帝的灵大大的充满你，使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继续带领樟树教会向前迈进，加油！嗨，阿春同学、阿春牧师以及大家平安。我真的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刘阿春牧师要继续续任，我听到很高兴，也看到我们樟树教会的众长子极力想要留下阿春牧师，也就看得出他这几年来在那里有留下很好的根基，大家都希望他留下，我也为他感到光荣。愿上帝赐福我们的阿春同学刘阿春牧师，有上帝的恩典赐给他智慧，更谦卑顺服的心来服侍樟树教会，也用上帝的话来安慰、来勉励，给教会的都能够灵命成长，来荣耀上帝的名。也很开心跟樟树教会的众长子会有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庆祝，也期待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同样得到这个荣耀。最后也再次来祝福刘阿春牧师续任，也愿上帝与他同在，能够更有力恩上加恩的服侍教会。谢谢。牧师加油！再一次的站立起来，在这个教会带领所有的樟树教会，牧师加油，师母加油，神祝福你们呀！
itzele nakakataraw tuluran. Ama-sama maan ko uyos no sarikaga. To pihaira to musu to suara no sarikaga. Tani hani kaayaw chiwamaan ko ruray no paroto. Ato atas no tachiaw no nima-nima. Pakai paturo hani chiwamaan. Uranahan ko sa kanga ay itiniiksuanan ang matayar to no kawasan na kaya. Ini chiraksay kyo kay musu na nanay. Raisyo sa bitaw Hong Kong ang saitzer. Agagaturas ko paroto. Utatotong no miso chiraksay kyo kay na an makam naksuto pinangan no chiraksay kyo kay po rong no sarikaka. Mapanak sumikilim to sa pakimat, sa paputsuro to, 5 no sarikaka. Matamakat sa iso chi sumo, mapanak chi sumo amifa, mi haima, mi sapsap to, parutso na niyam, mi kapo to, mato asay, ato to, fuchingkay, unini ukahmakan itamuanan, mara musu mo no, chiraksay kyokay. 愿神天天与师母、牧师同在，祝福牧师喜庆快乐。主内的樟树教会大家庭平安，容许我在这个地方与大家见面。身为资深长老的我们剩下没有几位了，也感谢过去我们长辈长老们，我们有今天好的教会，都是他们的功劳。然而他们现在已经回到主的怀抱，回到他们的天，回到神的天家。是的，这个时候牧师在我们教会服侍多年，从陈荣甫牧师一直到今天也不算短的时间。在这时间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到乌萨里嘎嘎都有目共睹，我们牧师所做的，在教会所分享的，牧师所遇到的很多，有心酸，有掉眼泪的，有欢笑，有喜乐的，这都是神的仆人所要做的工作。身为牧师，他的身心灵必得要清净，不可有杂念，才有能够神赐给他很好的恩赐，分享给我们萨利嘎嘎。如果我们的牧师没有这个好的敬仰，没有好的尽心尽力，在主的面前专心的来服侍，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到今天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教会终于走出去了。从亚瓦斯老师带着我们的耶利米到道路格教会，我们走出教会，走出外分享爱，尤其是我们5个团契，我看了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这都是神赐给我们樟树教会一个很好的一个恩典，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尤其是我们5个团契，以及各团契的会长，以及各团契的所有的团队都在神的怀抱里，因为神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是的，我们所讲的神是看不到的，是摸不到的，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再从牧师的分享当中领受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也感谢我们的前辈在都市里面建立了个很好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中平地起盖了一个成立的教会，是别的教会所羡慕的。如果我们的教会再有经费，再做一个电梯，那更棒，这更好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要为了撒旦而懒惰去教会，我们好好的在牧师的带领之下，努力的，尤其是我们5个团契，不断的努力的来为神服侍。当我们轮到哪一个团契服侍的时候，我都在看，都非常非常的进步，能够有好的表现，不管是从儿童主日学一直到松年。虽然我们松年年纪大了，走路有150，有的160，可是唱太行呀。亲爱的牧师师母，感谢你们多年来的辛苦牧养樟树教会，在信徒同工的灵性需要关心给予协助，即便面对教会的困难，也愿意带头承担，好让教会的运作仍然维持正常。由衷的感谢牧师师母的辛劳，期待未来的樟树教会牧师同工及信徒可以在神的爱里有彼此的信心交流，得蒙神的祝福和保守。祝福牧师师母平安健康喜乐，阿们。牧师马路来的时候，你还在发都举那个赛。换我了吗？对。感谢牧师和师母的养育之恩，不是养育之恩，是喂养。换我了。这几年我发现牧师你变瘦了哦。其实我们一起。我是很服谢阿朵师母，辛苦你们了，有你们真好，不能没有你。我是师母，辛苦你们了，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呢。长职同心，牧师放心，希望爱与牧师师母一起继续加油。我们要比我加油，你可以一起继续加油。可是中间还有一段呢，全部等下重录啊。牧师马路来的个时候，你还在拜读吉拉个赛。然后呢？换我了吗？感谢牧师和师母的养育之恩，不是养育之恩，是喂养。手多。哦。干嘛？师母偷偷的告诉你，这几年你真的瘦了哦。你是我们应该要一起好吃素了，好。我是很服谢阿朵师母，辛苦的干么？没有你不行，有你真好。你要笑这边好。因为刚才僵掉了。我们来看一遍直播。教会50周年，谢谢你的带领，再一次的4年，祝福牧师也是我们教会的领头羊，帮助
跟随你的脚步，请跟随耶稣的呼召。牧师，你要琢磨，我要跟着你一起走，来完成我一起张书教会的梦。牧师天父的旨意，要你得人如得鱼。祝福牧师得人如得鱼，感谢牧师师母愿意来到樟树教会牧养我们，教导我们。因着牧师师母多年的教导，使我们渐渐的能够成长茁壮。愿上帝圣子圣灵与你们同在，赐智慧恩膏于你们。更谢谢你们愿意继续留在樟树教会。最后祝福你们福杯满溢，恩上加恩。感谢牧师带这几年无私到付出，在教会也有上帝的话牧养我们。感谢牧师每个月的团契分享，在主里面用神的话教导我们，使我们受装备，信仰扎根。祝福牧师接下来的不会生病，喜乐平安，身体健康。我们爱你。祝福樟树教会阿春牧师及师母，让我们樟树全家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得人如得一样，并且得的更多更多。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赐恩给你，也是你平安。阿门。不会耽误到两位时间吗？还有不会，我们老爸，谁都马伊杜干么？马尔盖多，老爸也吃过饭。马尔盖多，老爸会想说那个是谁？呀，saya mati。那个是谁？哪里都知道，mati。怎么又秃头啊？老爸也秃头吗？不是，你也秃头吗？老爸秃头吗？我也秃头，怎么看？哎呀，废话不要那么多。哎呀，这是樟树教会。再念一遍好吧？再念一次。你们听好那个声音够不够大声，或者是怎么样啊？修正一下。这个太重要，这个太重要，这给大家看的，对，不是给你们两个人看的，对不对？也不是给阿春跟师母